嗨，大家好，我是躺平树，今天是2025年11月13号。這一期咱們聊一聊干涉內政最近網上流傳一段視頻，一個年輕人毆打一位老年人，這個在網上引起轟動11月10號，一段兒子毆打93歲母親視頻在網上流傳，引發眾多網友義憤。11月12號就是昨天，常州市公安局武進分局發了一個警情通報，說2025年11月10日18時15分許，我局嘉澤派出所接報一起毆打他人警情，民警立即趕赴現場處置。經查，當晚楊某忠男55歲與母親92歲因瑣事發生口角，並動手實施毆打。目前楊某忠已被公安機關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偵辦中。楊某忠母親經送醫檢查治療後，已由其他直系親屬接回家中照顧看護。属地党委政府第一時間派員上門進行關愛和提供幫助。我们先介紹一下官方的這個正式的通報，說明確有其事11月10號這個事情當時就在網上有人發這個視頻，我看了之後我也很氣憤。我簡單的看了一下視頻我覺得這個信息還是不夠，大家可以看一下視頻近日，江蘇一女子曝光一則監控錄像，錄像中男子竟暴力毆打自己93歲的老母親。在視頻一開始，男子與別人打電話，可以看到男子自己一個人正在吃飯，坐在靠背椅子上非常悠哉，而老母親則在外屋一個小凳子上坐着。是否已經吃過飯，我們不得而知。如果是正常的家庭，應該是兒子給老母親做好飯，母子一起吃。看到這其實就已經能分析出來，男子對老母親根本不管不顧了。此時老母親不知聽到了什麼，開始在外屋跟兒子說話。這時候兩個人還沒有發生爭吵，但電話那頭忽然說了什麼，老母親直接走進屋裡。這個時候男子已經和電話另一頭的女人吵起來了，說的方言我們依舊聽不清，但是大概能猜出應該是老人的事情。這時兒子忽然看着老母親開始爆粗口，老母親聽到後也是生氣，回罵了兒子一句，結果徹底惹怒了兒子。兒子用手指着老母親說了一句，你再說一句。但是網上各種說法都有，由於這個關鍵信息缺少你沒有辦法僅僅通過視頻去分析這個事情的來龍去脈。首先咱們肯定是譴責這種打老人的這種行為，這種暴行這個是不被允許，這個肯定是要譴責的。但是任何事情恐怕都有它前因後果。我通過視頻看出來當時視頻標題就是說這個老人93歲，所以我第一反應就這個視頻是誰把它發到網上去的？因為這個很顯然是家裡裝了一個監控。從視頻看，他們家沒有小孩，裝這個監控呢，大家也清楚，一般的家裡裝監控，對吧？第一，防賊；第二，家裡有小孩；第三，就是家裡有老人。一般的就这三种情況，防賊的都少，主要是有老人小孩。我初步判斷這人家好像沒看見小孩。以我的經驗他們家裝這個視頻，實際上就是為了監控這個老人，也不能叫監控叫監護。那誰裝的呢？然後這個視頻誰給發到網上去的？第二個問題就是這個男子我一看年紀大概我判斷就是50歲左右，甚至從視頻上看你還可以把他看得更小一點，40多歲。但是這個老太太93歲，所以我第一反應就是這個老太太是高齡產婦可能在40歲才有了這個兒子，要麼這個孩子就不是他親生的，就是抱養的。就是我這反應你想他93歲，他是1930幾年1932年生的，那個舊社會或者就是那個時代人吧，17、18歲生孩子很正常，頂多20歲。所以這個老太太如果有親生的孩子的話，大的恐怕已經70多了。這個男子即便是他親生的孩子，估計也是他的小兒子，最小了。這裡面又涉及了一個養老問題就是說你看93歲的一個老人，他最小兒子都這麼大了，最小的兒子應該按常理來說都應該有孫子了。但是從這個視頻看他們好像也很簡單，家裡沒什麼人，對吧？就一個小兒子，一個老太太，所以就是好多疑問在我腦海裡面。但是我看網上報道，看視頻也沒有答案，我只是懷疑，對吧？雖然我譴責打老人。
但是我憑我的直覺或我的閱歷，我估計啊，還是有一些難言之隱的，就是問題不是那麼簡單。未經他人苦啊，莫勸他人上。這個老太太93歲啊，看上去身體還挺硬朗，一般的93歲的人走路都讓人搀扶了啊。我的合理分析推斷啊，我通過視頻預計啊，估計啊，這個男的很有可能是在跟他的親屬啊打電話，或者別人在給他打電話，就是投訴啊，就是說在討論這個老太太的問題。然後這個男的跟電話中的人呢，估計在就這個老太太問題在這個展開辯論，也可能是這男的在解釋這個老太太，或者是这個老太太向其他的子女啊這個投訴自己沒有這個得到好的照應等等啊。然後這個男的在跟別人辯解，然後這個老太太聽見了啊，立馬跑過來，他也參與了這個辯解，然後就是恐怕就是在那兒控訴他這個兒子對他不好啊，或者是他兒子錯誤之處。電話的那一頭啊，很有可能是老太太的另外一個親屬，然後兒子在那兒辯解不過，非常氣憤啊，上來就動手了。這是我啊腦補的一個合理的一個場景，雞毛蒜皮的事。我再次重申啊，這個人兒子打老人是不對的，但是我們很有可能忽略了啊這個兒子承受的壓力。那根據这個11月11號吉木新聞記者啊到現場核實，也了解到一些信息啊，嘉澤鎮婦聯派出所已派專人進行上門服務，一旦老人有需求，將及時對接解決。也就是當地的基層政府已經介入了啊，執法部門迅速將楊某忠抓獲，體現了對侵害老年人權益的零容忍態度，等待着楊某忠的應是法律的嚴厲懲處。唯有讓施暴者付出沉重代價，才能彰顯法律的威嚴，震懾潛在的施暴行為，更向社會傳遞明確信號：虐待老人絕非家務事，愛幼助老是我們共同的責任。你看說的多好啊！這個理論上是這樣啊，就是我們要見到別人家虐待老人、虐待兒童，必須啊要干涉，因為虐待老人、虐待兒童絕非家務事。不孝子被抓，當然大快人心，但也有很多人擔心老人後續無人照顧，或是遭受更嚴重的虐待，他未來的生活照料、醫療保障、安全防護等問題仍需系統解決。婦聯派出所已派專人上門服務，這是良好的開端，但後續更需建立長效機制，將老人納入重點關注和援助的範圍，明確專人定期回訪，協調社區、養老機構等多方資源，建立鄰里互助網絡，讓老人在遇到困難時能及時得到幫助，確保老人在生活上有人照料，安全上有人守護。這個問題能解決嗎？解決不了啊！就是中國類似這樣的問題太多了，靠基層組織去解決，實際上解決不了。但為什麼這個事情好像能解決呢？那是因為它成了一個事件，輿論關注，地方政府不惜一切代價也要把這事給平掉。但是你想啊，每一起這樣的事件，地方政府都這麼去處理的話，那基層政府就根本沒有辦法運轉，那個經費啊還要繼續後面加個零，加2個零，大家想象一下吧。根據媒體報道啊，這個楊某啊，實際上這個是在常州武進區啊，他是租住在這個房子。媒體報道這個楊某還有個媳婦啊，但是這個媳婦到底是什麼個角色不知道啊。然後據前後左右的鄰居說啊，這個老太太啊似乎是頭腦不清醒，也就是俗話說腦子有病，經常坐在門口啊叽里咕嚕的，因為這個方言別人聽不清聽不懂，他就一個人在那兒啊，不知道是在罵人還是在幹啥。鄰居也是本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对吧？互相也不，因為都是租的房子住啊，它不是过去的農村叫熟人社會，大家知根知底，它都是租房啊，在那附近，所以很多人也搞不清楚。這個老人還有4個女兒，但這4個女兒都已經外嫁，這是嫁到外地，只是偶爾過來啊做點吃的看看她。實際情況是啊，這4個女兒年紀都很大了，大的呀恐怕都70多了，小的估計也得50多60。他們不僅上有這個老人，下還有孫子，甚至還有重孫，每個人後面都有一大堆家庭，甚至有的子女啊本人如果身體差一點，恐怕都需要別人照顧呢。啊，老太太70了，不需要別人照顧嗎？自己是不是行動方面都很難說啊？所以說，就照顧這個93歲老太太這個重任啊，只能是他這個小兒子承擔。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理解這事啊？就是在中國啊，他雖然還有4個女兒，但是在養護他這一塊，恐怕只有他這個小兒子，這是就重擔落在他身上。這也是比較客觀實際的啊。你其他的女兒家，第一個是女兒家，第二個女兒本身也年紀大了，女兒不一定在
家是當家做主啊。現在好了啊，把这個楊某忠給抓起來。假設啊，楊某忠在牢房裡出不來了，那這個老太太誰養呢？女兒把他接回去，能養1個月、2月，能常年一直養嗎？這都是問題啊。那基層組織、政府來養，大頭來養，哎，這都是現實困難啊。我還得說啊，這個楊某忠啊，打老人是不對的啊。但是我們要了解到，恐怕這中間有很多曲折啊。如果老太太真的是精神不好啊，那確實能感受到這個楊某忠的壓力啊。所以我有時候在想啊，這個事情怎麼解決呢？我覺得這個養老保險制度，作為普通韭菜啊，普通人一定要牢牢的抓住。我們假設一下啊，這個老太太現在退休金1萬塊1個月，或者像胡一金老師那樣3萬1個月。哎，這老太太如果過去只要做點什麼事情，對吧？稍微這掛點邊啊，應該是個老幹部退休啊。你想1930幾年的嘛，12歲日本鬼子才投降，他那時候可以是吧？12歲的時候說他參加了個什麼什麼組織，那還說是抗日積極分子啊。總之啊，如果他有個非常豐厚的退休金，你想想吧，1個月3萬塊，那他的這些子女啊，肯定會把他接回家供着。那而且你千萬不能有事，你每多活一天啊，那就对他們就是一個收入來源，对吧？如果生病了送到 ICU 病房，醫生想拔管，那家里人堅決不同意，能差一天是一天。哎，你光留一筆存款沒有用的啊。你說這個老太太艱苦樸素，對吧？一直存錢，到現在身上存了個幾十萬，你這幾十萬是沒有用的，因為幾十萬人家一拿到手，或者是反正最終這幾十萬你一嘎，對吧？這幾十萬都是遺產，還是大家的。所以說啊，你有一筆固定的財產是沒有用的，你必須是退休金，而且這個退休金相當豐厚，這個退休金養活這個老太太還有很大的富裕。那麼啊，這些子女那肯定都要搶着養她了，而且盡量的延長她的生命，來改善她的身體狀況，就是健康狀況，對吧？那簡直是寶貝啊，怎麼可能打呢？那打壞了，明天嘎了，那不錢不沒了嗎？哎，雖然這個非常顯得好像這個比較簡單是吧？比較粗俗，但實際情況就這樣，這就是利益啊。所以我一直在節目裡面說啊，你千萬你不要存錢養老，你一定要利用這個社會這個就是養老金，就是退休金啊，對吧？一定要想辦法去交。你老了之後每個月給你發3000，對吧？如果你饅頭加榨菜你只花1000，那你還能有2000，那2000就是你的保命錢。你以後对吧？你的子女啊，你的下一代，甚至你就是啊，請個護工，你就是去社會化的養老機構，對吧？你去住養老院，那你這個每個月的這個退休金啊，那是你的保命錢。你這個退休金越高，對吧？你得到的照顧就越好。大家都希望你能活得更長，100歲、105岁、110歲才好。你活得越長，你的退休金還越高呢，還漲呢，這就是對吧？這個就是殘忍的真相啊！如果你沒有退休金，你老了成了一個累贅，你到哪兒去啊，都是個累贅。就是人家可以對你10年如一日的好，但是20年、30年、40年，這就很難了，對吧？我們要從實際出發。所以我在想啊，這種問題怎麼解決的？就是養老啊，從我們自身出發啊，這是唯一的解決方案。就是你存錢都沒用啊，你存錢，你那個財產最終都是遺產，對吧？你對你好不好，你早點嘎，人家早點分，嘎得越快，對吧？人家分得越快。所以最好就是變成養老金，高額養老金，就是退休金吶，胡一金老師那樣的3萬1個月，那子女想不孝順都不行，对吧？就子女肯定是想盡一切辦法啊，延長他的壽命啊，對吧？你想現在你去一個本科畢業，你找工作1個月拿不到5000塊，對吧？你媽的退休金1萬多，他自己就花1000，剩下的還有1萬多，比你拿工資高多了。所以你对吧，想方設法延長他的壽命，這個多合算呢？然後你再請個保姆，對吧？給他5000塊1個月照顧你，監督你，啥也不幹，你1個月淨落5000多，或者6萬，或者6000，對吧？剩下都是你的。所以這樣的這個模式是什麼意思？就是他活得越長，你越受益，多好。所以說啊，我想來想去啊，作為普通牛馬韭菜啊，真的是應該要重視這個社保，而且最後有條件的話應該交最高的，這樣你的退休金越高，对吧？你的子女啊，咱們說自私一點，你子女至少負擔輕一點吧。如果你的退休金足夠高，你子女不僅負擔輕，而且還受益，他有條件啃老，他有条件啃老，他就會对吧？他就想辦法對老人好一點。這是這個兒子打老人這個事情啊，實際上這個清官難斷家務事啊，我剛才已經說了啊，這玩意靠基層組織靠警察去解決不了，成本會越來越高，對吧？基層組織會崩潰。你像這種事情，你把他兒子逮起來了，好，那你老人你把他你想辦法養吧。93歲了，如果這個兒子他出來他瘋了，自己50多了，對吧？馬上要退休了，他也需要別人養，你怎麼着吧？你政府要負責到底。最近
啊，這個雲南那個野小孩是吧？這個事情也水落石出了啊。這個央視新聞呢，還有這個什麼雲南發布啊，都對這個赤裸小孩事件進行了這個報道。雲南通報赤裸小孩事件，實際上我們看這個視頻啊，這小孩也挺正常的，也證實了啊，網友啊虛驚一場。最後我看来看去啊，還是这個赤裸小孩的父母啊，他对教育小孩這塊理念啊，跟大家不太一樣。加上說這個小孩也身上有皮膚病，對吧？有濕疹，天一熱穿着衣服他就癢，他就不喜歡穿，對吧？說來說去還是一個就是教育方式不太一樣。你說夠得上夠不上这個虐待小孩，好像也夠不上。但是網友就非常關心，對吧？很多網友啊就開始腦補啊，認為這個因為涉及到小孩嘛，那肯定是有沒有拐賣小孩啊，對吧？這小孩是他親生的嗎？這麼對待小孩？還有人說了啊，即使是親生的，那很有可能也是，对吧？利用這個小孩賺錢，對吧？各種腦補都出來了啊，各種說法，無限想象。但最後證明啊，這個雲南的通報一出啊，實際上就是啥也沒有，大家虛驚一場。這小孩已經上了當地幼兒園，跟別的小孩在一起玩，也好像都差不多。別人走，別人跑，他也跑，並不是在地上爬。這個也算啊，是給網友關注這個赤裸小孩的一個交代，對吧？這事情就了了。我今天想聊的是什麼呢？就是我們在想啊，我們網友對這種事情應該是採取一個什麼態度？也就是說啊，我們看到別人家裡面虐待老人、虐待小孩，或者是類似，對吧？疑似虐待老人、虐待小孩，也就是啊，當別的家裡人、家庭內部發生人道主義危機的時候，我們作為外人應該採取什麼個態度？在網上，我們每個人都罵幾句，關注一下。如果你生活中呢，你身邊、你們村或者你們小區裡面樓上樓下發生的這種人道主義危機，我們應該怎麼辦？這個是大家思考的問題啊。有很多網友啊，熱心網友一定會干預的，對吧？肯定會上去敲門制止。農村也這樣啊，農村熟人社會呢肯定的干預。比如說啊，你隔壁家打得雞飛狗跳，人腦子打成狗腦子，那一定有人過去勸解干預。你要打小孩啊，那打小孩在正常情況下沒人管，但是你要打得太狠了，那別人會去干涉。打小孩認為是一種教育嘛，但是打老人呢肯定有人干涉。農村是熟人社會，一般的啊都是你那個村啊年長的、德高望重的，或者說話大家都能聽的人要去制止。在我小時候啊，我奶奶就是這種角色。農村裡面啊，就是我們的村裡面人鄰居吵架打架，或者是家庭內部矛盾，他們都喜歡找我奶奶去訴苦啊，然後我奶奶就勸他們，要麼他們打得不可開交的時候，我奶奶就去。現實生活中啊，在城裡面呢就是稍微麻煩一點，因為大家都不認識，雖然樓上樓下啊一個單元好多人也不認識，有的住对門也不認識，因為大家一回家把門就關上了，都是靠猜測。但是即便這樣啊，如果聽見異常動靜，對吧？那肯定也會敲門，也會去關心一下。我想這個大家都能接受吧。當你的鄰居，對吧？當附近發生這個別人家裡面啊發生人道主義危機的時候，你肯定會去干涉。我們覺得這是天經地義，是吧？那如果我們把這擴大一下啊，比如有的國家發生人道主義危機，別的國家該不該去干涉？能不能去干涉？以什麼樣的形式干涉？這個值得大家思考啊，對吧？你比如非洲有很多地方現在都還有人道主義危機啊。什麼叫人道主義危機啊？那就是他們國家的有些老百姓遭到屠殺，你靠他們自己解決不了，那怎麼辦？是不是内政不能干涉？在村裡面可不這樣啊，村裡面說這是我們家裡的事，關你屁事，那也不行。你打人就不行，你打老人，对吧？那大家都来谴責你，然後你要再打人，肯定有人上去制止动手。那把這個放大到一個國家呢，就這個是我們每個人都要去認真思考的。內政不能干涉，是不是就可以任由這個國家發生人道主義危機？或者說當一個國家發生人道主義危機的時候，是不是可以用內政不能干涉來阻止外部勢力、外部力量來解決？你比如说啊，最近在尼日利亞是不是爆发了这个针对基督徒的大规模屠杀？但这个事情说来也长啊，我关于尼日利亚的这个大屠杀呀，这个也很复杂。实际上就是尼日利亚版的瓦格纳，他是前总统的这个私人部队，或者就是他豢養的武裝力量，後來叛變了，對吧？就做大了，前總統恐怕也管不了了，現在的總統也管不了。那麼他們就對這個很多村莊啊，這個基督徒有預謀的進行屠殺，這就爆發了人道主義危機。那麼這個國際社會要求這個尼日利亞政府解決，對吧？要制止，不能任由，對吧？這個悲劇發生。但是尼日利亞政府他制止不了啊，他解決不了。尼日利亞版的瓦格納。所以這個特朗普就怒了啊！特朗普說，如果你們尼日利亞政府解決不了，那我們美軍啊就要發動空襲和地面部隊進攻，就是你解決不了，我來解決，就這意思。那這個時候問題來了，你特朗普有權干涉人家內政嗎？你這不是侵略人家嗎？人家尼日利亞是有主權的一個國家，這個尼日利亞
外交部，对吧？尼日利亞官方說你特朗普言过其實，對吧？你的說法不符合實際情況，我們沒有這麼大的屠殺，我們只是些部族矛盾，對吧？部落之間的衝突已經解決了。然後尼日利亞政府說啊，你特朗普啊，無非就是想打人權牌，制造借口，想侵略我們，然後想掠夺控制非洲的石油資源。这個說法好像挺熟悉的，是吧？當年打伊拉克，那也是為了控制伊拉克的石油資源，主權不容侵犯。所以這個我們要好好的思考啊。如果認為美國應該干涉的話，那他應該干涉到什麼程度？什麼樣的情況下應該去干涉？就是一個國家發生人道主義災難到什麼程度的時候，國際社會必須要干預。朝鮮這樣有沒有人道主義危機啊？應該不應該干涉？對吧？全國就一個胖子。好，有人說這個啊是他們自己選的。那阿富汗呢？伊朗，對吧？伊朗你看，那還有人說這個伊朗，對吧？人道主義危機也不明顯，他沒有人道主義危機啊，也沒有餓死人，对吧？也沒有什麼大屠殺。那阿富汗呢？所以說，如果說一個國家發生人道主義危機，那國際社會有沒有權利干預？如果有權利干預，那人道主義危機發生到什麼程度再干預？干預是以什麼形式干預？干預到什麼程度？這個檢驗着每個人的這個三觀呢。我們判斷一個家庭發生人道主義危機的時候，這個很容易得出結論就是大家一定是支持，毫不猶豫的以最快的速度，對吧？以最強有力的方式去解決。警察上門，對吧？地方政府、婦聯再去慰問，對吧？警察先去把壞人抓走、逮起來，然後婦聯再去，對吧？還有基層政府去慰問、去善後，越快越好，越強有力越好。這個好像大家都能認可。那針對一個國家呢，反對任何國家以宗教、人權等為借口干涉別國內政，反對動輒以制裁和動武相威脅，這個不太好理解啊。所以最終會引出一個話題，是主權高於人權，還是人權高於主權？主權到底是什麼？大家再仔細想一想啊，就是我們要動腦筋啊。普京發動了侵略烏克蘭戰爭，那也是打着人權的旗號的。他保護俄語區嗎？保護那個頓涅茨克、盧甘斯克說俄語的人。他說這說俄語的人，俄羅斯族的人受到你烏克蘭這個壓榨，不人道主義也就是沒有，就是發生了這個非人道主義事件也就是你烏克蘭政府鎮壓烏克蘭境內的俄羅斯族人，不讓他們說俄語這也是以人權，對吧？高於主權，人家來特別軍事行動，所以這些怎麼去理解？好，這期節目我們就聊到這裡，感謝大家收看。如果喜歡我的節目，歡迎訂閱、轉發，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評論，謝謝大家。